讲到这小庆风台伫咧恒春半岛出现14级以上强风，除了恒春地区以外，伫这西子乡社区运动场的篮球架，也搁一个运动场跑道，是去互这强风吹甲规个变过来。也若满洲乡200管道顶头的电火条啊，也是倒规排。也若这倒去的树啊，有去缀到电线，一直有失电的意外发生。屏东北有58000外户失电，台电人员规工拢伫咧修理。也若山区部落的民众也赶紧来甲这车路顶头的石啊、树啊清掉，或者台电的工程车方便入来征收。感受的面内面走水去的强风，干那球架啊是扣甲倒去。屏东西仔乡的南势社区体育场，和小庆风开始吹到歪七错高，这个早起是毋拿球架啊，连屁股泡倒的皮拢扣甲掀起来。这阵和平连外道都风是透假，都毋捌安尼，居民毋知要安怎。往年的台风也没有那么严重。是啊。还好那个铁皮屋没有拆下来。因为这里也有停电，再看看线路有没有那个吊钩。村长和工作人员是伫咧强风之下，抢修风吹落去的信号线路。毋那西仔乡，伫满洲200管道，有教师看到规排电火条啊拢出去倒去，强风甲线路也是电火条啊拢扣甲歹去，阻碍交通，嘛造成大规模的停电。工作人员甲吊伫咧电线顶悬的手机记录开，台电统计到下晡3点，屏东各有21551户停电，其中恒春、满洲、车城和牡丹乡停电拢阁超过3000户。伫山区的雾台乡，同款有真侪路边的树啊倒去，甲电线拢缀甲断去，造成大埔部落停电。部落的少年人家己做巡守队，清这倒去的树啊和石头，互台电会当入来修理电。路口监视器，它那个。可能是因为基座的关系，风大嘛，啊，它可能要加固，给它固定。基座的一面下骹无物件制作，随时拢有可能倒去。小庆风台伫恒春半岛吹14级以上的阵风，第一线邦山家乐派出所头前路口的电缆，风口甲倒伫咧交通号志箱啊顶悬。沿海的盐流线码头都算有风台准备，但镇区的布棚共款是散甲破去，敢若剩架啊。中间拢会当风台走去，才会当修理整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